想，啊，搁啥物？上简单的例就好啊，食物件大家拢爱食，食足好吼，了会无？咱拢食素食啦嘛，啊，咱就爱食足好，互下就即要甲你分享讲好，好伫爱啥物自然，啊，即摆是预告哦，明年4月份吼，我要来甲大家分享饮食哦。饮食用互你所观念，甲咱道长的观念，要来甲你有一个突破的思想。在座各位爱甲我宣传一下吼，4月份你今仔来参加日班哦，较袂透露吼。咱即摆因为时间有限哦，加2个名额啊，吼，应该11点半会结束。来，今日爱选我的，来啦，好，我们请吴觉组长，好。处长，负责人以及各位点燃师，还有各位浅显大德，大家午安，饿了吗？处长，处长好。哦，有人可会记今仔日的这个讲题无？这个讲题叫做啥？随顺，菩提得行。这几个字帮我写起来好不好？因为呢，咱敢知影这个菩提道，菩提道就是咧甲咱讲咱的自性，哦，在甲咱讲咱的自性。各位浅显，咱敢知影，咱人生这条路，好好画一条路吼。咱过去这站已经，咱这世人来不及参与啊。为什么？因为过去累世，咱这世人咱无法度能够参与啊。所以咱即马呢，对遮开始，即马遮就是咱现在。啊，这条就是过去啊，过去累世，咱无法度人参与啊。那么咱即马已经求了道啊，咱今仔日大家拢安怎来咧听参班听道理？这班叫做啥物班？体会班。啊，所以体会班就是咧听啥？发展，要互咱有发展的智慧咯。所以呢，咱是要安怎？是安怎才会要听来参加这个体会班？要开发着咱的智慧，互咱会当转换为性，安怎转着凡夫的心，成就圣人的行为叫心智。所以咱今仔日就是来安怎？真个听一载，互咱转换为性。那么呢，已经有真侪咱的前辈者，已经亲口说实足侪年，因真拢咧行啥？菩萨道，菩萨道了。哦，已经拢行菩萨道啊！啊，行菩萨道，咱大家拢嘛知影，六度波罗蜜。所以真诶，真侪咱的前辈者已经拢爱行这站。啊，恁有能力的人爱搁啥？搁爬起哩，就是咧行佛道。所以今仔日各位浅浅或许对今仔日的讲师有一个印象足深诶。我毋知咱敢有去体会着，安怎？迄个影片，囡仔交妈妈的迄个影片，如果咱若有好好甲伊体悟，咱一定会当看出一个端倪。迄囡仔，你看刚问出来，10个内底，大家拢总伊爱妈妈10分。因为因是用着因的自性，足纯熟的，足安怎人讲啊讲，足淳朴的心来咧爱妈妈，所以因拢互伊的妈妈拢10分。敢是咱敢是看着安尼，但是伊的妈妈呢，甲安怎，甲迄囡仔批评的，甲伊拍分数的，后5分后7分，表示啥？伊是用心。啊，这个心有人心呢，好歹甲伊看甲足清楚。敢是安尼？伊看因囝哦，迄是因的
囝哦，好歹家己看甲足清楚哦，所以袂甲拍5分、拍7分，这表示咱大人咧，咱的分别心有够重，咱的记性很好，拢是凭家己的看法咧安怎咧看这项代志。所以呢，互咱知影讲，咱的大人意识心足重，所以伊安怎念到囡仔伊生，但是袂5分尔、7分尔，伊就是看到囡仔的不足的所在。但是迄囡仔即使伊无乖去互妈妈讲，你看伊嘛是家己讲10分。咱若对遮，咱就会当看到讲，囡仔是对即个自性，就是咱的啥？咱的菩萨道，道就是理。内咧道就是路，对菩萨道，菩萨道是咱的菩提的自性，咱的自性分，来咧行这条路啦，来咧行出这条路，所以咱今仔日来参加这个启慧班，就是要学这个啥，行这条菩提自性的路。所以呢，咱若甲看到这个囡仔是对遮落来，囡仔无分辨，但是大人呢，就有啊。就对遮来啊，对这个心，对这个心起作用啊。哦，所以呢，咱今仔日呢，大家会当来安怎为进入哦，迄个法界道，为进入菩萨道啊。那我们要更上一层楼，咱的目标伫咧遮，就是要超脱生死轮回。啊，超脱生死轮回，无学袂晓，哦，没有学习，你不知道怎么做。哦，啊，你若袂晓做的时阵，会安怎？乱了，你像讲一个是这样，互咱吼进前有去，互人摆一个自我导师。迄个啊，叫啥命理师吼，伊甲我讲安怎？伊讲啊，你几岁以后，你毋通交恁囝带做伙。我讲是安怎？伊讲恁若交囡仔带做伙吼，会安怎？会甲我冤家。我讲啊，若无能力，通去买一间厝。啊，要安怎？我就甲伊问啊，哦，伊讲茫带做伙啊，啊，这吼，伊就讲啊嘛会使去租厝搬出去住外口。我讲毋对，那以我的想法，既然知影会叫囡仔冤家，我们要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咱敢是爱3年学讲话，啊安怎？一世人爱学闭口，看就好啊，看就好啊，哦，啊话就好较少。安尼就好啊，敢是安尼，安尼就会当化掉足济的即个啥，的即个纠纷。啊，若无阮囝伊就伫3、4天前退休转来，职业军官退休转来，住伫厝，伊做的咱嘛看袂下，咱做的有当时伊嘛看袂下，敢是安尼就会对你。啊，以前因无交咱带做伙，咱还佫感觉讲，足自在。但是有少年的交咱带做伙，敢佫会遐自在。所以呢，就唯有你家己想要改变，这是互我家己的感觉。所以我毋当甲迄个咧看命理的讲，啊，若我无能力通去买一间厝，啊，我毋带做伙，我正问看要带倒对。啊，伊就安怎？我甲讲，啊，若安尼，我就少打天桥倒啊，我心肝家咧想，啊，若是要甲念出来，我就少打天桥。哦，啊，默念五字真经，啊，若无就请几个出来，我来换豆豉啊买菜料，啊来买菜，敢是安尼就闪过啊。啊，若无你若是常常搁用你家己足主观的看法，歹势，一定安怎？人讲的代志一定会做错。哦，这是或许今仔日对咱迄个名本讲师伊放迄个影片，感觉讲哇，囡仔遮自在遮甜哦，安尼对即个自信流露出来。啊，妈妈就毋是啊，就已经对即个心有分别去啊。啊，咱就是爱学囡仔的天真，安尼敢知？感谢慈悲。好，我们感谢那个钱贤的分享。那我们征求最后一位，而且只有2分钟哦，因为要11点半了。有没有第2位要跟我们分享的？可以到40分哦。好，那有5分钟可以分享。好，那我们征求第2位，机会难得哦，再来就要等明年了。真的啊，今年12月啊，今天
那等一下我们还有那个要讲一下，那个我们每个月都有约定的功课。上一次候选来参加的时候学到的是回家叩首感恩自己的业力。在座有没有回家有做的？或许有做，或许觉得非常的法喜充满哦。每天晚上感恩一下，跟你的业力同在哦，跟你的业力同在，你会觉得说，很有心得，回去要试。那或许今天要跟大家的约定是，明年开始，或许给自己的定的目标是每天啊，我不是每月，每天都要看一下10分钟的道学经典。那在座的各位也可以好好的回去试试看，会不会让自己每天都会觉得心理的资粮就好诶好来，咱来看一下，咱明年咱下期的预作就是12号有一个岁末的感恩回顾。那还有就是这边有很多的班这边的班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要叫人甲大家讲的，就是12月27甲28有年终忏悔班，伫咧咱的义和圣堂，还有一个头前一礼拜的20甲21有学界的明德精进班，那个是一个法会，非常的殊胜哦。你今年如果有渡人的，有需要让他来参加法会的，都赶快尽快跟那个组长这边报名那我们还有最后就是刚刚有讲到的，我们的岁末年终感恩餐会在1月12号，要欢迎大家都一起来。那这样子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在这里还是要再提示大家一下因为之前有前贤跟后学提醒，那边有个存钱筒这件事情，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1分钟，后学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细行的钱筒你若藏在厝的，你就逐工甲藏1块。咱培养的是啥物？咱每一天拢有一个分享的迄个仁慈的心，你就逐工拢会甲伊摕出来用一遍。你安尼累积起来，一年你就有几个快乐的心累积在你的身上，你的善气就会充满咱的善气就会充满在你自己的身上。那钱不用多，那最后累积下来了之后呢，要捐到哪里去？摕来云端，咱楼骹就有迄要较倒倒的那我们那办到做一人会拢分享到你的爱心这样子。那除了这个是小小的钱之外，大家今天来参加，嘛是一种嘛是一种参悟咱嘛是有把咱的精神力量摕出来。搁有咱若讲咱有个摆桌仔的佚佗卡这种无畏师，嘛是一种做好的服务搁有咧，咱有去访亲咧，大人修全的，这拢有做好的功德。可是咧，咱做遮济家用谱记起来无？不用啦，咱就养成一个习惯，做惯习那就会跟在我们身上。那咱做的所有的精进，种种东西都在功德银行，他自己都会帮你看好的所以我们都不用记。可是呢，要不要做？要做。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那也谢谢大家，或许第一次学习啦，所以你老回去好好忏悔好，那在这里跟大家也祝福大家岁末年终了一定爱来参加迄个啥，2天27、28紧一天那我们爱想刚好28要服务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好，感谢大家。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